經投放咗好多心機，終於令到佢變成一個係可以照顧到老人家全方位嘅醫療系統。準備出嚟啊 ，Jason 喎！好，咁我哋到最後個尾聲，我想2026年都希望繼續同事繼續發揮呢個團隊同埋專業嘅精神，為到我哋嘅社區服務。咁最後都係祝各位新年快樂，家庭幸福。